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0年8月17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30篇，创世纪43章第1节到34节，使徒行传第15章第1节到21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得救。要分享之前，先提醒咱最近天气炎热，咱是加啉寡水，爱互家己的身体保守好势。咱伫前礼拜六有讲到得到医治。伫这中间咱有讲到较广义的了解，就是念得救啦、得到祝福啦、互人得到利益啦，拢包含伫迄个得到医治的了解内底。今日咱对经文内底要搁一摆来讲到得救的代志。当然守律法袂当互咱来得救。用新约的角度，用保罗、用解决宗的角度来看，守律法来得救这项代志是袂通的。保罗捌提起着亚伯拉罕得救甲称义的代志。真简单的讲明，就是讲律法的开始是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伫西奈山顶悬所领受上帝诫命开始。但是亚伯拉罕伊的时代伫摩西的进前真久就已经存在啊，所以伊领受救恩的时阵，去互上帝来称伊做义的时阵，上帝并无互亚伯拉罕来领受十条诫啊、律法啦，还是诫命等等遮的。可能有一寡人会讲这旧约是几若千年前亚伯拉罕是啥梵古的代志安尼啦吼，甲现代基督徒无关啦吼。虽然安尼讲法无正确，但是咱有缘要来举一寡亚伯拉罕以后的代志，甚至甲现代咱来思考即个得救甲即个律法无啥关系啦吼。咱毋是因为律法来得救的吼。伫今仔日个创世纪的经文43章的中间讲到迦南地区因为饥荒愈来愈严重的关系，雅各的一家人食了即个对埃及买转来粮食了后，即个雅各就去甲因囝讲，恁敢愿搁去买粮食转来安尼吼。亲像咱伫昨的主日信息的中间，咱引用的创世纪45章的经文，约瑟对伊阿兄所讲的话，但毋免因为卖我到遮来忧闷家己怨愤。这是上帝找我代称恁来，因为要保全性命。但伫即所在的饥荒已经2年啊，还有5年无通种植，无通收成。上帝找我来代称恁来，就是要甲恁留剩的种族伫世上，搁要行伊的大拯救，保全恁的活命。安尼看来，找我来的毋是恁，就是上帝。伊搁互我亲像法老的爸，做伊全家的主，管理埃及全地。约瑟的10位阿兄，当初陷害约瑟，甚至想要甲害死，但是因到呾却无因为行律法来得救，却因为约瑟的关系，因的性命得到拯救，无互即个愈来愈严重的饥荒来互枵死。严格来讲，因无行律法，因嘛无成认罪，嘛无成被定罪。但是上帝的救恩已经定义，伫因出卖小弟的时阵，就安排好势临到雅各的家。这是咱对雅各的家的新像所看见上帝互因
来得救，毋是因为迄个行律法的行为。咱再来看伫旧约中间有几个记载，比如讲耶利哥城迄个基路拉合，伊嘛无行律法，但是伊却因为相信来得着救。咱佫看到路德，伊嘛无因为先行律法啦，但是伊决志要对伊的大家即个拿俄米甲拿俄米的上帝，因为安尼伊来得救。受掠的以色列人因倒转去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却是因为外邦的王愿意互因来肯定即项代志，搁来甲因资助。新约中间，咱嘛看到耶稣基督有伫外邦的中间来行神迹医治人。马太福音的15章22节到28节，一位外邦的妇人人，伊的查某囝去互贵妇，伊因为相信来得救，得到医治，因为信心来得救。现代有真侪第一代基督徒伫也未熟悉信仰、领受真理、接受律法进前，因就来得到医治，然后归主来得救。伫《使徒行传》15章的经文也提到到初代教会因为即个议题伫遐咧讨论。犹太基督徒的关系因将所谓的文化的规则带入来伫教会内底，要要求外邦的基督徒必须爱接受割礼，必须爱接受律法，才会通得救。事实上，安尼坚持甲救恩是完全违背的，无符合圣经中咧记载上帝救恩的原则。当然，咱毋是100%因为守律法来得到救，但是得到救的人必须爱实践上帝的诫命，活出基督的生命，这是确定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8月1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0篇。创世纪第43章第1到34节，使徒行传第15章第1到21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得救。分享之前要先提醒大家，天气炎热，我们必须要多补充水分，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我们在上个礼拜六谈到了医治。我们也以广义的角度来了解，就是说，连得救啦、得祝福啦、得益处啦，都包含在这个得医治的那个了解之内。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再一次提到了守律法能不能得救这件事情。当然，就以新约的角度，保罗或是改革中的角度来看，当然是不行的。保罗曾经论到亚伯拉罕的得救与称义，那很简单的说，律法的开始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西乃山上面呢，领受了上帝的十诫，然后有律法，然后再有诫命。或许讲到这些，有些人就会说啦，旧约亚伯拉罕的事情、摩西的事情是几千年的事了哈，与我们现代无关了哈。虽然这样的说法是非常不正确的，但是我们仍然要列举一些亚伯拉罕之后、新约甚至到现代的一些事情来论救恩。今天的创世纪的经文43章提到了，迦南的地区饥荒越来越严重。雅各的一家吃完了从埃及买回的粮食之后呢，雅各又对他的儿子们说：“你们再去买一些粮食回来。”那么，如同我们昨天主日的信息的经文里面，我们提到了约瑟对他的哥哥们所说的话。在创世纪45章的记载，
他说：但是你们不要为这件事情焦虑自责，因为上帝保存了大家的性命，亲自差我先到这里来。这地方是饥荒，到现在才2年，还有5年不能耕种，也不会有收成。我要保存你们和你们的后代，上帝差我先到这里来，用这方法解救你们。这样看来，差我来的是上帝，不是你们。他使我成为王的最高官员，做埃及的首相，治理全国。约瑟的10位哥哥当初陷害约瑟，甚至想要把他杀死但是如今却因为约瑟的关系，他们性命得到了拯救，没有被日趋严重的饥荒给饿死。严格来说，他们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也没有先认罪，也没有被定罪。但是上帝的救恩确定意要临到雅各的家，就从他们决定要卖雅各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在耶利哥城的那个妓女拉合，她并没有行律法，但是呢，她却因为相信而得救。路德，她并没有先守律法，却决志要跟随她的婆婆拿俄米和她所相信的上帝，因而她也得救了。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却是因为一位外邦的国王的肯定与支持。在新约的记载当中，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几次到了外邦之地去医治、去赶鬼。那我们就举马太福音15章的22节到28节，一位外邦的妇女，她的女儿被耶稣来赶鬼得医治，那是因为她的信而得救。现在有许多的第一代的基督徒们，在还没有认识信仰、领受真理，或是来执守这个律法之前，他们就得医治了，他的病就得医治了，然后在归主之后，他们又得救了。在使徒行传15章的经文里面提到，当时候因为犹太基督徒的关系，他们把这种文化的这种规范带进到了教会，要求外邦基督徒必须呢接受割礼，必须遵守律法。他们说这样子的人才能得救。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这样的坚持与救恩其实是背道而驰的，并不合乎圣经中上帝救恩的记载。当然，我们基督徒不是因为100%的守了诫命而得救，但是不要忘记，得救的基督徒必须能够实践上帝的诫命，活出基督的生命，这个才是我们要确定要去追求、要去实践的事情。